也講到這屆第二文去訪問中國嘛，引起外界注意，講這屆安排敢是攏是聽中國的。馬上提出2005年這連戰甲吳金螺見面來比較。也這屆這國民黨是強調講，這屆規格是甲2005年時陣是完全同款的。因為這裡夠和平，我們才能安心躺平。國民黨發布 AI 宣傳影片主打有和平才當倒病，和平上大。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訪問中國進前，用影片發聲。這擺鄭麗文訪問中國有了七集，第10回登場，也是過10年國強領袖再次會面，也閣受邀的規格和外界接機。2005年連戰主席的和平之旅，胡錦濤總書記發出邀請，那這一次對鄭主席的邀請，同樣引用了這樣的模式，所以連主席的邀請跟對鄭主席的邀請是完全合乎對等和尊嚴。劉永強強調，鄭麗文受邀規格甲2005年聯俄會同款，符合對等尊嚴。鄭麗文佇行前接受美國媒體 NBC 專訪，特別提起兩華關係甲對美關係並唔是二選一，除了要推動兩華和平降低衝突風險，也強調支持甲美國軍事合作。也毋過民進黨立委高需要質疑，鄭麗文訪問中國攏是由中國一手主導，是成是敗，有待台灣人民檢驗。攸關台灣的主權、獨立、內政跟國際空間，他都不敢為台灣說一句話，那麼當然這就是失敗的習政會。國安官員強調，中國敢是停止軍事威脅、國際打壓、甲釋放扣押的台灣宗教人士，也是檢視第10回的3指標。那鄭麗文訪問中國，方質疑可能到底統制限制。中國統制部7月佇陝西舉辦2026清明公祭獻元皇帝典禮，也邀請前國民黨代理主席林正則出席，引起關注。漢清永繼，寶島光復，歸心切切。統一大事斷不容讀。清明祭祖的習俗和皇帝傳說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。可是中共在2004年開始，把在清明祭皇帝當成重要的統戰活動，把清明節染上了政治色彩。劉育輝強調，清明節製作的紅色金龜燈甲皇帝神位攏無關係，中共將清明節染上政治色彩，是一貫的統戰手法，台灣民眾沒有興趣。記者綜合報道。